罗马书12章第1到第8节。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活得甲这个世界相共款，就用心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，甲恁中间逐个人讲，恁所想来寸度家己，毋通搬过伫你应该想的，所想着安分来想，照上帝所想事逐人信的分量。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，若是百体的功用，拢无相共。安尼，咱济人踮基督做一身，逐个三工做体。咱照所予咱的恩，已经得到恩赐，阁无相共，也是做先知，就照信的分量来讲，也是办代志，就旨意伫办代志；也是教示人的，就旨意伫教示；也是劝勉的，就旨意伫劝勉；救助的，就用实心；治理的，就用殷勤；怜悯的，就用欢喜。刘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昨昏咱伫咱的教会第一届举行 Open House， 咱的 TM 甲 EM 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举办这个活动，是咱教会按着社区来开放，按着咱的台湾的乡亲来开放。咱的教会徛起伫这个所在，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咱爱诚做咱社区的好厝边。咱嘛爱诚做咱台湾乡亲的一个属灵的家通好互因找着上帝的所在。而且我代表教会来感谢昨昏所有参与所有同工，特别有一咱的教育部的规划，咱每一个团契真心伫这个所在共同来参与。咱嘛有诚侪咱的兄弟姊妹因做一工无论是切菜，无论是煮菜，也是无论招待，也是无论做其他所有遮的服侍，拢用真实的心来服侍众人，互人看了真是感动。我毋知偌济人来参与，但是我知影，我来到这间教会第一届，看到遮济过去捌看到的人，无论是老人，无论是囡仔，也是无论是这个白人，也是咱台湾人，侪人来到伫咱教会，侪人甲我讲，因留下真深刻的印象，期待以后有机会过来到伫咱中间。所以伫遮代表教会，甲咱所有付出遮个侍奉的同工，甲咱讲一声多谢。今仔日咱要通过保罗先生的批信，搁一摆来思考，咱基督徒足重要一项代志，别人一直咧甲咱看的代志，就是到底咱的基督徒的行为安怎？咱会知宗教咧讲真理，这个真理是实践的真理，伊甲理论的真理无共款。理论的真理是讲，你讲了对，你讲了合乎逻辑，伊就是对的。但是实践的真理是讲，你有行出来，你真正有做出来，较有算数。信心甲行为有密切的关联，这是咱一兄弟姊妹最近咧共同关心的课题。有人安尼讲，保罗先生敢若较看重信心，所以讲因信称义。保罗先生敢若较无看重行为，这是一个误解。随上咱若读保罗的批信，咱会通知保罗的批信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前半段伊咧讲信心，后半段伊咧讲行为。罗马人书来做例，第1章到第8章，
保罗先生咧讲着耶稣基督的真理，以及咱着爱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，咱才会当做得到赦免，互上帝称做义，开始咱伫耶稣基督内面新的生命。总是对罗马书第12章到第15章，保罗先生咧甲咱讲，恁爱有好的行为。一个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应该伫伊的生命中间来产生什么款的行为，才会通互伊的行为甲伊所得到的救恩相甲配合。保罗先生从来无看轻行为，我的信心会通产生我的行为。信心甲行为中间，咱会通做一个比喻，就敢若亲像一丛树。信心就是根，行为就是所形成、所结出的果子。若是这个根是活，有一天的确会通结出果子。若是一直拢无产生好的果子，那呢可能这个根已经死了。相信耶稣基督是咱接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着咱所做成的工。毋是咱努力要去证明，我会通有偌大的能力去行偌济好的行为，通互上帝甲咱称做义，通互咱会通得到救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你会通称做义，会通得到救，是在伫你的信心，无在伫你的行为。总是我的信心会通产生一种顺服上帝的行为。这种顺服上帝的行为，毋是要互你称做义。这种顺服上帝的行为，嘛毋是要互你真做神。上帝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你称义，也要互你的生命一步一步得到改变，伫圣神的引带下面，慢慢真做神。所以信来顺服所产生好行为，这是回应，是咧回应上帝的恩典，是要为回应上帝的恩典，然后来荣耀上帝。所以信心无等于行为，但是真实的信心会通产生真实的行为，也通过所产生的行为来印证你的信心是活的，你的信心是真实的。保罗先生伫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中间咧呼吁，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就爱活出上帝所欢喜的生命。伊就爱回应上帝的怜悯甲伊的慈悲，伊爱做这样事。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。伊讲，你就将你的身躯献做活祭。保罗讲，我袂当家己要求恁安尼，但是我要求恁安尼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因为上帝的慈悲。保罗清晰知影。咱会通得到救，完全是在伫上帝的怜悯甲上帝的慈悲。若上帝无有怜悯咱，上帝无有慈悲款待咱，无一个人会通得到救。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。圣经像伊讲，伊是慈悲的天父，伊是赏赐各种安慰的上帝。所以对着上帝的慈悲甲怜悯，咱爱记住，咱就爱有正面的一个回应。咱千万毋通撤销上帝的慈悲，咱也毋通来滥用上帝的怜悯。上帝怜悯咱，咱若滥用上帝的怜悯，咱袂通得享将来的审判。因为上帝的慈悲甲上帝的怜悯，咱得到救赎，成做伊的百姓，所以咱欢喜奉献。咱奉献是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回应上帝的怜悯甲慈悲。咱爱记住，毋是上帝欠啥物货所需要你奉献，是因为咱感受着上帝真正对咱的疼，对着咱的怜悯，所以咱心甘情愿来奉献。嘛是因为咱知，若是上帝遮尔疼咱，咱无奉献，咱就成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用台湾话讲，咱成做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。咱若愈深刻知影上帝的怜悯甲伊的慈悲，咱就愈心甘情愿欢喜献咱家己。保罗讲，你若要献你家己，爱记住，献你家己的身躯，成做活祭，才会通表明咱对着即个对咱有怜悯、对咱有慈悲的即位上帝，完全的一个敬礼。
祭是伫宗教的行动中间常常出现的一个理解。即个汉文的祭，咱来看伊的造型，就是一个人伊的手摕一个肉，然后伫祭坛顶面来献互上帝。伫旧约中间，咱嘛看，咧献祭时阵，常常是将一只精生家己开始，用伊死去的身躯，家伊烧做祭。所以伫旧约内面所献的祭，咱称作是死祭。总是保罗先生伫即个所在讲，献咱的身躯，毋是要做死祭，是要做活祭。圣经中间有两个故事，咧甲咱说明啥物叫做活祭。首先，以撒亚伯拉罕遵照上帝意思献以撒做祭，总是上帝有备办。所以，这个故事中间迄个关键的字眼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已经有备办，上帝已经备办一只山羊来取替以撒。以撒的身躯，互伊老爸献成做祭，总是以撒无死去，因为上帝接纳亚伯拉罕伊献伊的心，同时也互伊所指定的祭物以撒继续活。以撒成做一个活祭。第二，一个例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顺探伫天父上帝拯救的计划，伫十字架顶为着罪人来牺牲。保罗先生讲，伊成做赎罪祭，伊成做挽回祭。耶稣死伫十字架顶，总是上帝互伊对死搁活上天，早地是上帝施恩宝座的大面，要成做咱灵魂的大牧者，要成做为着咱祈祷的大祭司，伊长久活地，常常伫替咱祈祷。耶稣成做活祭。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圣子，当伊亲自献上伊的身躯，成做活祭，成就上帝救赎的旨意。所以，互所有相信伊也接受伊救恩的人，欢喜来效法耶稣基督，也欢喜将家己的身躯做祭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毋是否定咱家己，毋是否定咱的生命，反倒当是要互咱的生命，特别是要互咱的身躯的意义甲价值，也产生极大的一个改变。咱按照做来讲，咱的身躯的确是迈向死亡。保罗先生讲了非常的清楚，罪身的确爱灭绝。总是咱按照上帝来讲，咱的身躯是迈搁活，咱的身躯有一天要受到赎回。就咱活伫这个世间来讲，咱的身躯会通成做圣殿，圣神要来踮伫你的身躯内面。就咱实际的行为来讲，咱的身躯要成做义的器具，要行各种上帝看做好的善事。咱知伫献祭的过程中间，一个献祭者通过伊换手伫伊的祭物顶悬，这个祭物原本是伊有所有权，总是伊将这个所有权转让给上帝。同款，当咱将咱的身躯献做活祭，咱的身躯的主权是交予上帝。过去你有你的自由使用你的身躯，总是当你欢喜献上你的身躯做活祭的时阵，是讲打我的身躯无搁再为着我家己活。我的身躯已经交予上帝，我的身躯要为上帝来活。也有一款的缘故，保罗先生讲，这个活祭是圣的，是圣性的，伊毋是活的，伊是圣的，是因为伊互上帝甲伊分别做圣，伊归属伫上帝。所以献上身躯成做活祭，是圣洁的上帝，也是圣洁的一个身躯。这毋是讲咱的身躯会通做真侪完美的道德的行为。是因为上帝将你的身躯分别做圣，无搁再干那做世俗的用途，是要来做上帝所指定的一个用途。捌做过罗马大主教的大贵波利Gregory the Great， 伊安尼注解一段经文，伊讲活祭是你的身躯，即是讲你欢喜为着主来忍受艰苦，这个祭称作是活的。因为道德的展示，伊会通有我的行动，总是伊对着罪恶已经是死。但保罗伫这个所在讲，当一个人献上伊的身躯来听做活祭时阵，上一时伊嘛是献上伊的心，伊的心思意念也开始咧得到改变。伊决心一项事，
无搁再体贴家己肉体情欲，是要体贴圣神来使用伊的身躯。安怎使用咱的身躯，这是一种的智慧；安怎使用咱的身躯，是一种的宗教；安怎使用咱的身躯，是咱对上帝一种的态度。咱活伫即个世间，常常会受到济世俗的思想所影响，对着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咧做判断。当一个人献上伊身躯做活者，是伊清楚尝事，当我是伫上帝，所以我的心思意念也着爱跟对上帝的旨意。咱即个所在，保罗讲，毋通跟对即个世界。所讲即个世界是讲人离开上帝的意思了后，所起造济无共款的社会甲体制。伊背后有一个王，即个王耶稣讲，世界王就是撒旦。撒旦控制即个世界，通过肉体的情欲，通过咱目睭的迷惑，通过咱世俗的骄傲，咧引诱人，互人认为讲，咱会通追求即个世俗一切娱乐，这是咱人生价值观的一个价值。总是你愈效法即个世界，你愈追求即个世界，你会愈离开上帝愈远。一个效法即个世界的人，就是将家己幸福伫即个世界王撒旦的支配下面。保罗先生通过伊伫以弗所书第4章所写的经文，真清楚讲，一个人当伊献上家己诚做活者时阵，伫伊的行为上，伊会产生的一寡改变。伊安尼讲，恁的所行毋通阁亲像以前恁外邦人的所行，恁的心智是空空，恁的心思是黑暗，假当伫上帝的画面，是对因的毋知影，因的心刚硬，既然丧失良心。就放纵家己行邪僻，对贪婪来听逐项的误会。总是恁是学习基督的人，毋是安尼。恁若是果然听起伊，佮欢喜接受伊的教示，就照伫耶稣所有真实，就是论到恁前的行做，恁褪去旧的人，就是照着引诱人的私欲，慢慢的变坏的、败坏的。那恁的心神就爱换新，就爱穿迄个新的人。就是照着上帝用真理、甲公义、甲神性来创造的，所以基督徒称作是新创造的人，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要新创造你的生命。但伫咱特别去注意的即个所在所讲的，你的心思意念就爱换新来变化。这到着马可福音书内面所记载，耶稣伫山顶变貌所用的即个变貌的即个字，是共一个字 ，metamorphosis。这个字是咧描写对你的内面开始产生变化，影响到伫你的外面。这个世界会用外在无共款的力量咧影响咱，咧引诱咱的心思意念，总是若点伫咱内面的性情，是对咱的内面咧改变咱，互咱会通脱离罪的束缚，互咱通脱离肉体情欲的高甜，直到咱对内面记着改变了后，渐渐咱外面的形体嘛咧改变。包括咱的形貌嘛咧改变，心神踮伫咱内心进行内在改变，就互咱无搁再随波逐流，无搁再固执伫咱原本所坚持的意见，咱是常常换新变化，要查验什么是上帝良善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徒活伫即个世间，咱甲世界有一个特别的关系。咱虽讲活伫世间，总是咱无属于世间。咱无随喊伫即个世间的世俗观、的价值观，总是咱是受欺骗，进入到即个世界来宣扬，也来见证耶稣基督上帝国的真理。总是咱只要活伫即个世间，只要咱活伫即个世间，还阁有一个身躯，咱就会受到撒旦的攻击、引诱，甲着地迄。所以保罗讲，你着不管时，着爱维持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，伫你所经验的代志顶悬去查验，什么是上帝良善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查验这个所在所讲的，就是讲上帝互咱有一寡属灵的知识财物，会通来做判断。所以咱咧做判断的时阵，毋是根据咱自私的感情的激动，也是咱有限的知识财物。咱就清清彩彩来讲啊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伫阮的成人主日学的班级内面，有一个学员问了一个大家可能拢想要问的问题，
当我要安怎来分别，什么是上帝的声，什么是圣神的声，什么是邪神的声，什么是我家己的声？如果咱若拍开你手边你的 iPhone， 你家转电台的频道，你马上会通听到一寡声。无共款的频道会出现无共款的声。换一句话讲，即个声已经伫咱世界每一个角落内底。总是咱无听见，现主是咱无听到，是因为咱无将即个拍开，咱无全对即个频道。只要你若选到频道，你就通听到声音。当咱要听起上帝的声，咱心灵的频率嘛爱对准圣神的频率，咱的频道爱转着，那安尼咱就通听起上帝的声。我读新学的时阵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学生因为欠钱，所以去找老师，对老师讲：“老师，我拄则做认真祈祷，圣神感动我，叫我来甲你借1万块。”迄老师讲：“无安尼哦。”啊，不要紧，你等一下，伊就入去伊个房间内底，然后出来了后，甲学生讲：“我拄则嘛做认真祈祷，圣神甲我讲唔免啦。”有时阵，咱真容易顺着咱家己的需要，凊凊彩彩、马马虎虎就判断某一种的声音是圣神感动的声。其实，遐个声音可能是咱家己的欲望，一时的因为咱的需要所激发出来才会声音。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，咱要了解上帝的心意，咱就爱查验。查验即个字伫希腊文来当该翻做是试验，该翻做是检视，也是验证，也是证明。咱会通对5个方向来进行一款的查验。第一，到底即个声是有符合圣经的教示？第二，当即个声所呈现出来，迄个讲即个声的迄个位格。迄个存在，伊的性情、伊的性格到底是安怎？第三，当咱若顺通即个声去做一寡行动时阵，到底咱会通结出什么款的果子？第四，当即个声所传达的是什么款的意思？是毋是有诶时阵是超过咱的意思？第五，当即个声音真正的目的是要互你荣耀耶稣基督，也是你要荣耀你家己，也是荣耀某一个人。咱对即5点来做一个说明。即个声音是毋是符合伫圣经的教导？教理文讲了非常的好，基督徒的帮赞，上帝已经予咱，一个是上帝的话，一个是上帝的神。所有对上帝的神的体验，拢爱经过对上帝的话来做检验。圣经所记载是上帝的话，这是圣神所默示。感动无共款时代人、无共款职业人、无共款环境的人所写落来上帝的话语，真做咱明白上帝旨意介重要、介根本的一个根基。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的话前后一致。普通时，咱若愈读圣经，咱的心灵的频率就愈甲圣神的频率产生共鸣，咱就通愈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一个人无要读圣经，然后不管是伫遐讲我有圣神感动，有圣神感动，你就说你，因为感动你的有可能是邪神。第二，咱来讲，咱讲声如其人，就是讲一个声甲即个人的人格有密切的关联。所听起的声会通透露讲出即个声的人伊的性格。咱讲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是咧讲上帝是一个位格。圣父上帝是位格，圣子上帝是位格，圣神嘛是位格。有位格代表有伊的意志，有伊的感情，有伊的性格。咱看耶稣甲学生讲话时阵，伊的声音毋是咧抱怨，伊的声音是非常的平静、安稳、有智慧，互人会通产生信心。就是伊咧责备学生的时阵，伊的责备的声内面有怜悯，有疼惜。反倒转，若是撒旦的声，是咧甲你控告，是咧甲你责难，是咧甲你威胁，是咧甲你引诱，企图要毁坏你对着上帝的信心甲愿望。所以，如果你若听到一个声，你敢毋知这到底是上帝的声，也是其他的声？你会通将这个声甲伊写落来，然后反复伫你的心内来丧思这个声，到底伊所背后所呈现出来性格是啥物款的性格？
所以耶稣讲了非常的好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。咱若常常相处，一只羊仔会通知影主人的声，一个囡仔会通知影伊家己老爸老母的声。同款，咱若常常甲主相亲近，伊会伫咱生命所经历无同款的代志中间来咱讲话。咱较无会通听起主的声，你敢知？咱的主嘛较无，伊会通对咱讲话，咱会通听起伊的声。所以耶稣安尼讲，看我伫门外咧拍门，然后听起我的声就开门的，我要入去伫伊内面，伊甲我，我甲伊要同齐坐倒。咱的主欢喜进入到伫咱的生命，到伫咱心灵介深的至圣所，伫遐甲咱同齐坐倒，互咱愈熟悉伊，愈认捌伊。第三，咱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咱若顺从即个声音去做一寡行为的时阵，到底伊会产生什么款的结果？如果你所听到的声是互你有非常负面的情绪甲反应，伊是干那咧谴责你、咧定罪你、咧咒诅你，互你产生惊吓、绝望、无助不安、自暴自弃。那即个声绝对毋是对圣神来，是对撒旦来。如果你所听到的声是爱你去追求较侪物质的享受，车搁较大台，厝搁较大间，钱搁较侪，来满足你个人自私的欲望，符合即个世界的价值。那安尼，即个声是对你家己肉体来，总是圣神的声，爱咱结出的果子非常的清楚，是爱你结出仁爱的果子、喜乐的果子、和平的果子、忍耐的果子、温柔的果子、良善的果子、信实的果子、温柔搁有节制的果子。所以你问一下，到底即个爱我去做这行动，即个行动所产生的果子是啥物？第四。即个声音所传达的，是毋是有诶时阵是超过你的心意以上？咱较无会通听起上帝的声，总是搁较侪时阵，咱希望咱所听到的声符合咱的心意，符合咱的期待，符合咱的想法。总是咱人袂记一项事，就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。所以有时阵，上帝的声临到伫咱的时阵，是甲咱的想法无共款的，是甲咱的期待无共款的。迄个时，咱的心一时的真困难明白，也一时的真困难接受。当上帝爱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时阵，亚伯拉罕心内所想的，的确甲伊原本所期待的无共款。当耶稣对着一寡想要分对伊的人讲：“听爸母赢过听我的，袂堪去做我的生。”听儿女赢过听我，袂堪去做我的学生；听你的先师，听你的妇人人赢过听我，袂堪去做我的学生。无爱背起的十字架来跟对我的，袂堪得做我的学生。这话，啥物人会讲符合你的心？这是上帝的心意，往往是超越伫咱的期待。也因为即款的缘故，虽讲咱真欢喜听咱上帝的话，总是咱心内有真大的着答，心内有真大的顾虑。咱希望咱通听见上帝的话，总是有时阵咱并无希望上帝改变咱。当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就毋是真实要顺服伫上帝的话。咱只不过是要用上帝的话，为着咱家己的想法、咱家己的做法来做背书。兄弟姊妹，咱人有种个歹的性格，咱要做主的主，咱无爱做主的萝卜。咱要做家己的主人，咱无爱互主做咱的主，咱的喙称主做主，但是咱的心是咱家己要做主，甚至咱爱咱的主来服侍咱。兄弟姊妹，毋通有上帝的话，干那为着你的心意咧做背书。咱要了解上帝的心意，咱就爱有顺服的心。愿意互咱的心意降服伫上帝的心意里面，毋是互上帝的旨意降服伫咱的心意里面。第五，咱即个声音最后，伊是要荣耀耶稣基督，也是要荣耀你家己，也是要荣耀每其他一个人。信心临到伫咱非常的清楚，信心来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。毋是要互咱来夸耀咱家己，哦，我非常的属灵，我非常上帝足大的祝福，毋是。如果你所听到的声是要互你成做正人注目的焦点，
互你感觉非常的公平，互你感觉你比别人搁较高人一等，却毋是要荣耀耶稣基督，归荣光伫上帝。那你即个声毋是对圣神来，是对你家己来。所以咱就爱查验即个声，是会互你愈谦卑，也是互你变做骄傲。谦卑是咱了解上帝的声，查验伊的心意，最重要一个关键。亲像施洗约翰所讲的，伊的确要兴旺，我的确要随。亲像诗人所讲的，耶和华虽我遐尼糟糕，总是伊看顾卑微的人。若是骄傲的人，伊对远远就会通认出伊。骄傲会互咱无听去上帝的声，搁较悲惨的，是互咱扭曲上帝的旨意。若是谦卑，互咱无自高、无自大、无武断，也无封闭，是咱按着圣神开放咱的心，来顺服上帝的心意。但是姊妹，当咱欢喜因为上帝恩典来得到救，这是咱甲上帝立一个约。根据这个约，咱献上一份下伫上帝所欢喜的祭，互这个祭成做一个记号。咱这个祭无搁再是动物身躯的死祭，是咱身躯的活祭，将家己这个活祭来献予上帝，保持咱的内心常常换新来变化。这是咱对着上帝理所当然的侍奉。这个所在讲的理所当然，一方面是讲你有经过理性的考虑，总是一方面伊是灵性一种的确无。无论是伫理性的考虑，也是咱心灵单纯的一个确无，这是咱对上帝心神的敬拜，这是咱将咱的生命献予上帝，尊主做王。所以，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，的确爱做一个代志，就爱将你家己的理性对你原本的宝座顶悬行落来。互你的理性顺服伫上帝的智慧，就爱将你的意志对原本的宝座顶悬行落来，互你的意志会通顺服伫上帝的旨意。就爱将你家己的感情对你的宝座行落来，互你的感情会通顺服伫上帝的性情。这种有理性佮有灵性的敬拜，是咱将咱的理性、将咱的感情、将咱的意志完全参与伫中间。这毋是讲一个宗教仪式，毋是讲伫这所在坐咧做礼拜。这是咱每日生活中间就应该做的。保罗先生讲，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事奉，这才是心灵甲心实的敬拜。当咱无要用心灵甲心实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无要照伊的旨意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用各种的理由推辞，我无要去敬拜，这个牧师讲道无好，我歹去听；这个兄弟姊妹无好，我歹去听。咱是照咱家己的心意来敬拜上。你这款的敬拜，会上帝欢喜吗？当咱是要照咱家己的心意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的信仰会出差错，咱的心神会得到迷失。服侍甲敬拜是咱受造的人甲创造的上帝结连做伙一个管道。咱若无敬拜上帝，无服侍上帝，咱灵性的生命的确会衰退，的确会孤单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灵性的生命是咧成长，也是咧衰退。回应上帝的听，咱就将咱的身躯献做活祭来荣耀上帝。这是咱所有侍奉解决的原则。一个人既然将家己献做予上帝，就是将家己的生命主权交托予上帝。照着上帝爱伊做的去做，毋是要紧家己我爱做这，也是我无爱做迄。具体的行动、具体的侍奉，是根据上帝所赏赐予你的恩来相配合。照着上帝所赏赐信心的大小，台语圣经讲信的分量来看家己，无将家己看了上过悬，也无将家己看了上过低。所谓信心的大小，也是讲信的分量，就是上帝伊的恩赐予咱的信心的程度。这甲着咱得救的信心有关联，总是无共款。讲有关联，是因为这两种的信心，拢是对上帝的信心。无共款的所在是，一个是得救的信心，一个是得着称义的信心，是相信上帝伫耶稣基督的拯救这种的信心。若是得着恩赐的信心，是相信上帝赏赐我有这个恩赐，有这个才华，有这个能力，互我会通来参与伫服侍耶稣基督的身躯教会这种的恩赐。但得救的信心，互咱得着拯救，互咱称做义，互咱得着新的生命。若是恩赐的信心，是互咱通参与伫服侍内面，会通丰富咱这个新的生命，
丰富的内容。耶稣讲，我要来是要互你得到生命，上是得了非常的丰盛。一个要服侍上帝的人，伊的生命才会通得到丰盛。保罗先生讲，咱就爱照上帝所赏赐每一人信心的大小，看了合乎中道。台湾话安尼讲，上就照安分来上。安分的意思讲，照着你所得到的来去上，毋通上了上过悬，毋通上了上过低。每一个人温数无共款，每一个人温数有大有小。只有基督，圣经甲咱讲，只有基督，上帝予伊的圣神的温数是无限量。所有的使徒，所有的信徒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每一个人，咱所得到的温数，拢一定的限量。温数大的信心也大，温数小的信心也小。总是无论是大，无论是小，拢是对上帝来。若是迄位拥有无限量的基督，会通表现出个温柔谦卑的生命，那呢，咱得到有限量温数的基督徒，咱就无应该有任何骄傲甲夸口。所以保罗讲，就要照着上帝予你信心的大小，看了合伫中道，就是讲毋通过头，毋通自高自大，也毋通自卑自弃。你若自卑自弃，你就是看紧上帝予你的温数，最后你会亏欠上帝的荣耀。你若自高自大，你会高抬你家己，至到你要将荣耀归予上帝。咱会通举例来说明。什么时阵将信心看了上大？什么时阵将信心看了上小？当上帝呼召摩西倒去到以色列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，摩西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是足含问讲话，我足袂晓讲话，我袂晓讲话，我志真大志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讲，上帝原本要爱即个摩西引带以色列百姓去即个迦南地。因为迦南地叫肯拿大，即个摩西是大志，所以讲上帝爱我带恁倒来去肯拿，即个肯拿大讲袂出来，所以落尾带去迦南，带去到迦南时无去带去到迦南，即个迦南地。你讲摩西大志，所以摩西一直咧讲我大志，我才含会讲话。上帝甲伊讲，我伫较赏赐你口才，赏赐口才是啥物人？是上帝，所以你尽管去。就是摩西犹原伫上帝面前顿地，讲无爱，我才含问讲话，我毋敢去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无欢喜。当以色列百姓到伫旷野无水通啉的时阵，因自责到伫摩西遐攻击摩西。然后上帝对摩西讲：你摕你的管，然后组织遮的百姓，伫因的面前欢呼召唤出水。那摩西就摕伊的管，然后自接遮以色列百姓的时阵，对遮人讲：我为恁，互水对石盘流出来。然后伊毋是欢呼，伊是讲我为恁，然后举出即个管，将即个石盘拍两下，然后水就流出来。上帝对摩西讲：恁无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面前尊我做神，所以恁袂通带遮的会众进到伫永远的地。当伫遮两个故事中间，第一个故事，咱看见摩西将上帝予伊温顺看做非常的小，无要使用。伊认为讲伊含人讲话，伊无爱使用，上帝无欢喜。第二个故事是摩西将上帝的温顺看了非常的大，家己痛风，讲我会当互遮的水对石盘流出来，我讲两个，即个水就流出来。伊将家己的温顺看了非常大，至到上帝也无欢喜。要看到合得中道，虽上无简单。就是如果咱若通照着咱所得的温顺、信心的大小来看，咱无自高自大，也无自卑自弃，咱就通将咱所得的温顺好好来运用伫咱的事务中间。所以保罗先生线接用一个人的身躯伫这个所在来做比喻，来讲安怎是安怎上帝予人的温顺有大小无共款。亲像咱一人的身躯有百体，有无共款的机体，机体有大有细。你将你的手家伸出来，你的手内底有较粗的，有较幼的；你的手内底有较长的，有较短。何况咱身躯，咱对头到伫骹，每一个百体中间的机体，的确有大有细，才会通构成一个会通成长健康的一个身躯。所以咱的身躯若是
上帝互咱的温室要造就基督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，共款，咱的温室有大有细。只有大大细细每一个巴体中间会当发挥伊的温室，发挥的功用，即个身躯才会通成长，才会通永壮，发挥介好的功能。但总是咱人常常会感觉讲别人得到拢比咱较好，所以咱就无欢喜，照着上帝予咱的来侍奉伊。罗马诗人何瑞斯捌讲一句话，不只有意思。伊讲分段的牛，望会通亲像马走遐尔紧，马却希望会通亲像牛，慢慢啊犁田。不论是牛，不论是马，拢有家己的专长。牛希望马走了紧，总是当伊鞍上马鞍的时阵，伊会走甲鼻皮喘，走甲忝死。马若希望牛慢慢啊来，慢慢啊来，总是伊将即个光残的犁放伫伊的肩胛头的时阵，即只马可能也寸步难行。咱每一兄弟姊妹应该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，互咱每一人无共款的恩赐。每一兄弟姊妹伫上帝目睭前来看，拢是非常特别。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上帝予伊恩赐所交托的服侍。咱分互上帝分互咱服侍耶稣基督的恩赐，无论是大是细，拢有伊的价值。咱就爱共同来发挥一定的功用。咱无应该互相比较，我会较大，你会较细；我会较重要，你会较无重要。比较互相排斥，咱应该学习互相尊重、互相欣赏、互相来配搭，同齐来起造教会荣耀上帝。服侍上帝介重要，毋是即个代志会大甲细，毋是咱的恩赐会大甲细。服侍上帝介重要，是你有顺服的心，甲你有忠实的心。耶稣讲了非常的好，人若伫介细的事顶悬忠心，伫大的事顶悬也会忠心；伫介细的事顶悬不义，伫大的事顶悬也不义。检测你会感觉讲，我即摆服侍敢若较微细，你爱记住，只要你是伫小事顶悬忠心，上帝会甲你保守，常时有机会要互你伫大的事顶悬来侍奉伊。检测你感觉你即摆服侍的代志非常的重要，教会若无我袂使去。你爱记住，主加互啥物人，主要啥物人加讨。你爱记住，伫咱大事顶悬服侍若不义，咱所受的刑罚会愈大。上帝也将咱服侍的机会所走，交代迄个有忠心的人。但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面非常要紧的，就是咱即种无大家无论咱的恩赐是大是细。咱有共款的心来服侍上，咱看重的是即个忠心，咱看重的是即个顺服。不论先生继续来说明，伫基督身躯内底，教会有啥款的恩赐，会通互教会得到造就。每一个人领受的恩赐无共款，拢是伫伊所领受的恩赐中间，就爱专一来服侍。即个所在讲的专一，毋是讲干那做其中的一项，毋是，是讲照着你信心的程度、恩赐的大小，专心一致。来使用上帝予你的恩赐，所以保罗举出几个例，如讲做先知的、讲预言的，就爱专心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讲预言。就规个圣经中间，先知是圣经的感动内面讲出上帝所启示的预言。伫新约时代内面，所谓做先知讲预言，是做先知来讲道，将上帝已经启示的话，伫新的环境中间、无共款的环境中间，清楚来阐明、来预告、来宣扬。人将来照着上帝的话，伊有啥款的作物？第二，做执事的就爱专心来做执事。即个执事，即个所在所讲的，就是服侍，就是伫教会中间，咱为着主所做，无共款的服侍。文士、执事的文士，就是讲你有法度将代志做了有条有理，有非常强的执行力，做代志非常的效率。一个有执事文士的人，会通帮助即间教会做这代志做了非常的好。伫即届咱的 Open House 中间，咱也看见咱真侪执事做真水的工。教导的文士就是你爱教导，像是专业来教导，就是你教导你有好的口才，会通将遮个上帝教示讲了非常的清楚。你会通用适当的教法方法，用适宜的教材来帮助人明白真理、明白上。宽免的文士就是讲，你会通招呼人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用好话来劝伊。毋通去做遐无适宜的代志，宽免伊你的所行所做，爱甲你所得的恩来相配合。施舍的文士就是讲，你会通
知影人的需要，上是你阁有能力，你比别人较侪钱，你比别人较有能力，你欢喜帮衬迄个比你较无能力的人，伊的需要时阵，你适时来帮衬以援助。保罗讲，咱若要施舍，要拯济别人，出自咱疼人的心，毋是因为讲我做这样代志，所以别人来讲我是好人。但是我做这样代志以后，伊会回报我。保罗讲，要帮助别人，就是对你的内心真实去帮助伊。伫你的就爱温群，伫你就是讲做代志规矩来，照着原则应该守的原则就遵守，毋是用专制、戴官威的方式要求别人来做这做迄，是照着你家己信仰的榜样，互别人真正来顺服伫上帝的权柄。怜悯人的温顺，怜悯人就是讲你心甘情愿去帮助别人，体会别人的需要，然后伫伊足困难的时阵来帮助伊，证明各种的慈善的事工。互遐得到怜悯的人，伊心真正感受受到尊重，也心感受到上帝对着伊的疼。我有一个姊妹安尼分享伊的经验，讲我的妈妈年纪渐渐大所以我将伊家带倒来厝里来照顾。我尽一切的所做，互伊感觉过了非常的快满。我替伊煮饭，替伊洗衫，我开车载伊出载入，照顾一切所需要的。不过，我伫表面上要做这代志。我的内心无欢喜，因为伫不知不觉中间，我的家己的生活的步调已经拢拍散。有一天，我的老母讲我讲一句话，讲是安怎，我拢无看到你的笑容，是安怎，我拢无搁再看到你的笑容。这位姊妹突然间知影问题伫倒位，伊欢喜做这怜悯人的代志，总是伊毋是做了非常的心甘情愿。咱讲甘心乐意，这个甘心这两字非常的宝贵。你做了，心会感觉甘甜。若是你做的时阵，你心感觉真糟、真烦恼，还是讲真无爱，你就毋是照着圣经所教示，心甘情愿来帮助人。咱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即马开始要来提名委员会，要来进行2024年长老甲执事的选举的提名。我真心期待，因为即个关系到咱教会的未来发展非常的要紧。上帝若呼召你，毋通拒绝。上帝爱你服侍伊，就好好把握即个机会。毋是上帝毋是常常要呼召你，上帝也无拄拄就需要你常常服侍伊。所以上帝伫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场合内底呼召你，你若听上帝回应伊的呼召，你是回应上帝对你的疼、对你的怜悯来做即个工。上帝家己报偿你，为着伊所付出的一切。奉献是咱信仰上生活中间袂通欠缺的一块。信仰是咱甲上帝中间位家甲位家中间的互动。咱领受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极大的恩典，咱用奉献来表明咱对着伊的一个侍奉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奉献包括金钱的奉献，但是绝对毋是干那金钱。若是咱想讲奉献就是干那金钱，咱是用金钱来支付上帝恩典，咱是咧甲上帝进行交易，毋是咧敬拜上帝。要互咱的奉献成做一个神圣的敬拜，咱就要学习保罗所讲，将咱的身躯献上，成做活祭，将咱的心献上，互咱的心思意念，不管是会通得到变化，来查验上帝的旨意。完整佮真实的奉献是包括献你的金钱、献你的身体、献你的心。这款的奉献是上帝所欢喜。奉献心志，催逼咱用属灵的温素来服侍基督，造就教会，荣耀上帝。保罗先生伫即段经文中间特别提醒咱的行为。伊讲咱服侍的时阵，就照上帝予咱信心的大势、温素的大势，看了合伫中道。咱无看悬家己，也无看低家己，咱是用专一、谦卑、忠心的心来侍奉伊。属灵的温素是要造就教会，是造就教会器具，毋是咱摕来去耍的玩具，嘛无应该真做去攻击别人、攻击其他兄弟姊妹的武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欢喜奉你本身互上帝，若无，你就斟酌着说，因为可能你就将家己献互你家己，你互家己成做你家己的偶像。
还是搁较差的，你是将家己奉献一个你根本就毋捌的偶像。迄个用别个上帝来代替耶和华的，伊的要求的确要增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有善用上帝互你的恩赐来侍奉教会，若无，你就说你，因为一天你总是爱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伫上帝的审判台进前，基督要根据你伫即个世上安怎来服侍伊，来互你奖赏，也是互你责备。你一天的确有一寡人会听到基督对伊讲：“你这佫好佫尽忠的萝卜，贪蜜啊，享受你主人的欢喜。”有一天嘛有人会去听到即款的话，讲你这个笨蛋佫歹的萝卜，将伊等伫外面黑暗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当审判来的时阵，你是倒一个路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欢喜你赏赐阮恩赐，可是阮常常无欢喜用这恩赐来侍奉你。阮心内夸口，阮有这个才能，有遐个才能，总是阮却毋知应该将这个才能归因归互你。求你来拍开阮人生的目睭，互阮看出阮的无知，甲阮的青年。互阮知影有一天，阮这个身躯的确会消失，阮着趁这个身躯也会通使用的时阵，勇敢骗阮的身躯做活者，来回应你对阮的问题，来互阮的身躯的意义甲价值提到伫介悬的意义，帮助阮无看家己所得的恩赐过头，只甲阮自高自大，一面服侍上帝，却一面咧夸口家己，偷摕你的荣耀。帮助阮也无看轻家己所得的恩赐过价，只甲阮自我放弃，失去济服侍你的机会。帮助阮会通看了合一中道，谦卑、真实、忠心来侍奉你。特别阮的上帝，我知影你伫阮的中间有兴起济兄弟姊妹，因真实欢喜来侍奉你。就是阮中间还佫有困难，就是阮欠缺同心合意的服侍。这时阵，阮听家己的面子，也过听你；这时阵，阮尊重阮所认为的原则，也过听你的慈悲。这时阵，阮讨厌某一个兄弟姊妹，也过讨厌阮家己的罪。你是互人佫好的上帝，除了你的慈悲甲怜悯，佫有啥款的力量，会通互阮的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来合一？什么时啊？什么时，你才要伫阮的教会彰显你互人佫好的道理，你互人佫好的观念，互阮的教会通得到复兴啊！爸啊，阮愿意等，因为你讲，听候耶和华的，的确无抵靠你继续。奉耶稣名祈祷。So
空。